OK，2005年第51條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A、B、C、D 係個圓形，如果 A、B、B、C、C、D 同埋 D、A 嘅 ratio 係1:2:3:3，同埋 E 係 B、D 上面嘅一點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CAE。咁我哋首先 mark 翻啲 ratio 喺度先啦，咁就1:2:3:3。咁因為 angle as circumference 係 proportional to arc length，咁所以呢一隻角同埋呢一隻角嘅比例就係1:3。咁我哋就當呢個係 y， 咁呢個就係 3y。咁呢兩隻角一樣嘅操作啦，呢隻對呢隻就係3:2。咁我哋就可以列到兩條式，咁因為呢兩隻角一樣，同埋三角形內角總和係180度，咁所以咧呢兩隻加埋就等於呢兩隻。咁我哋寫住呢隻係 θ 先，咁啊30度加 θ 等於4y， 然後呢個三角形內角總和180度，咁所以咧9y 等於180度，咁 y 就等於20度，咁我哋就將 y 等於20度代翻落一式，咁我哋就會知道30度加 θ 等於4×20，即係80度，咁 θ 就等於50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B 啦。